台南市是文化古都，古迹甲美食更是受到真侪国内外旅客推崇。石门社区发展协会这次特别甲昆山科技大学餐饮管理系合作，推出好事成双活动，将古迹景点甲美食点心结合，打造精美的餐点，同时更加上社区长照据点，为长者安排大型双层巴士出游的活动，创新的发想受人学乐。借着这个机会吼，因嘛讲要做一寡礼品，互咱的这个长辈是大者啊。因为咱社区的长辈吼，伫个旧步路较少会出头路去啦，嘛真久毋捌伫市区安尼说啦，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吼，大家当安尼共襄盛举。然后在那当地有美食啦，但是可以把美食变成这样，用那个文房四宝的方式来做呈现真的很让人惊艳。然后呢，又要带着我们的长辈去坐双层巴士。今仔日真欢喜代表咱黄伟哲黄市长，我咱代表咱社会局陈龙志陈局长来参与着今仔这个活动，真欢喜，真正非常欢喜。希望讲咱石门社区的关怀据点，而且较好的经验会当愈来愈好，而且未来咱靠咱区长帮忙咱把这个经验送去其他的社区。这毛笔甲石墨其实拢是会当食的点心，社区长辈品尝了后，一直学了好食，而且佫真趣味。这是看识别，但是迄内底迄饼真好食，很好吃。叫趣味的。叫趣味的啦。我们这个产品都是代表双层巴士的每一个站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好食成双的双就是代表双层巴士，我们带着好吃的食物，然后去搭乘双层巴士。学生行入社区发挥创意，服务长辈，不但会当展现所学，嘛希望会当号召更侪人共同关怀社区长辈，实在是一件非常成功又阁有意义的代志。好事成双，圆满成功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好，谢谢。